继续来看工业技术研究院，今仔日伫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来展示34项自通讯创新的技术，包括唔免牵挂任何的装置，就会当测到呼吸心跳的技术，以及会感应到周边是毋是有车挖进的智慧手表啊，也有经过改良，家己会当使的马术。另外，情景式的试衫镜会当互人感受到试穿无同的衫裤所带来的魅力。 手提什么衫，背景就会变成适合的场景。这款的情景试衫镜，让你感受到穿衫的魅力。工研院研发出这样的情境试衣间，让你知道你拿的什么衣服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穿。像是我拿起了这件蕾丝洋装。 后面的背景就立刻告诉你，它很适合在婚宴场所穿。另外，拿起了这一件外套，它也会立刻告诉你，这个系统会显示它适合的地方其实是运动场合。的确，它就是一件运动外套。有很好的声光效果啊，然后灯光啊，体验，甚至这些周围氛围都要跟着你的服饰跟着一起做改变。那这样的话，消费者在试衣服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些体验的效果，然后增加购买的机会。 透过系统扫描，衫伫镜头前扫一个，就会使将衫裤分类，包括长的、短的、裤裙，长到偌济，快速佮方便。另外，为了因应日头族愈来愈济，工研院嘛研究出丰容的智慧手表啊。倒伫面床顶，我靠 WiFi 就会使感受呼吸甲心跳，会使应用伫独居老人，也是红影伫困的时。说你要想象中 WiFi 就像水一样，哦，我在水里面，我呼吸震动，其实就有水波。 那水波的变化，其实就有呼吸造成的这个变化，所以我如果可以把水波的变化抓出来，其实就可以侦测这个人的呼吸变化。工研院自通讯科技日伫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，一项一项令人赞叹的新科技，拢在展现出 AI 人工智慧的大进步。